右腦覺醒，5步轉化啟動幸福美好。第3章解說篇，無法停止思考的原因。左腦學會要耍詐了。事情發生喺某一日嘅朝頭早，冇任何預兆，一切發生得好突然。嗰陣時我喺屋企裏面，正喺自己嘅房用緊部電腦，思考喺我嘅腦海中央消失咗，仿佛有人啪一聲將個掣刪咗。唔係，我了解到嗰個係思考消失咗，其實係更之後嘅事。當下嗰一刻，我只係覺得世界變得寂靜無聲，就好似閂咗好嘈嘅電視之後嘅房間咁樣。平時感覺到異常就會開始出聲嘅思考就冇任何動靜，好似佢唔記得咗點樣運作咁啊。不過呢次並唔係所謂恐慌導致腦袋一片空白嘅狀態，我好冷靜啊，有種意識擴大嘅感受。接住落嚟，我察覺到異常，係我嘅視線好神奇咁往前伸延。呢一個狀態好難用言語去描述。視線喺我嘅眼睛射出去，穿過物件，不斷咁向前伸延。總之就係同平常嘅感覺唔一樣啦。我喺度諗究竟點樣形容呢？就好似你係打開咗個窗，將個頭伸咗出去，變得可以好清晰咁遠望原先好污糟玻璃後面望到嘅朦朧景色，通透感同明亮感都十分驚人。明明係熟悉嘅房間，睇起嚟就唔太一樣。冇幾耐之後，遲來嘅感動穿透咗我嘅身體。翻嚟啦，係我留低嘅第一個印象。我翻到嚟呢個世界，我之前個人好似喺呢度，但係又好似唔喺呢度咁樣。我翻嚟啦，翻到嚟呢度，翻到嚟我嘅身體裏面。呢一次係一種強烈到會令到我有微微顫抖嘅感動。成個世界睇起嚟好似閃閃發光，但係我間房其實係完全冇打掃過噶。腦裏面太過安靜啦，令人覺得有啲害怕。我仲以為係自己嘅耳仔出咗問題添。係乜嘢情況呢？思考嘅聲音好似喺胸口嘅位置傳過嚟，但係聽起嚟好模糊，而且好遠咁啊。視線好唔自然咁感受到好驚人，就好似冇盡頭咁不斷往前伸延。嗰個時候我終於明白啊，係思考嘅消失啊，感覺就好似擺脫咗一張好沉重包住我嘅毛氈一樣。自從嗰次之後，過咗好幾年，思考維持咗喺消失嘅狀態。我過住享受平靜而且冇雜念嘅腦袋，以及充滿活力嘅生活。嗰日到底發生咗咩事呢？大腦從使用思考嘅神經回路切換到直覺嘅神經回路，發生咗巨大嘅轉換。咁樣並唔係奇蹟，而係非常自然嘅事情。因為我哋呢啲意識焦點堅定咁反覆做出咁樣嘅選擇，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成功咁切換咗回路啦。老媽我喺嗰一個瞬間到來之前，持續咁做咗不選擇思考而選擇直覺嘅特別呼吸法。呢個係我將會喺實踐篇嘅開頭介紹嘅呼吸法。老實講，我都冇諗過會有咁大嘅變化噶。我持續咁做，單純係因為嗰個係能夠讓人哋嘅內心變得平靜，感覺好舒服嘅呼吸法。接住落嚟係非常關鍵嘅部分，請容許我寫一啲有關大腦嘅事。大腦就如你所知，擁有大腦神經細胞群連結組成嘅回路。其實每次當刺激流入，同時亦都係提供緊營養俾回路。簡單嚟講，回路只要係被使用，就會獲得營養，然後受到強化。冇喺度使用緊嘅回路冇辦法得到營養，因此有時就會被分解噶啦。亦即係話嗰個人越需要嘅回路就越會有機會留低，並且會茁壯成長，運作得越好。思考喺大腦裏面亦都係一樣噶。我哋越頻繁咁樣去思考事情，思考嘅回路就會越獲得更加多嘅營養，變得更加強大嘅回路。咁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會不停咁思考同自己有關嘅事情，變得好似我哋面前提到嘅自言自語咁樣。咁果然亦係因為腦裏面有咁樣嘅回路，由於我哋不斷咁反覆思考，令到佢被強化到一定程度嘅回路。呢個時候輪到左腦君登場啦。左腦君係思考嘅功能意識，請讓我做出咁樣嘅假設：假如你呢一個意識焦點君被左腦君捉住咗，強迫你反覆思考會發生乜嘢事呢？呢一個狀態就叫做一體化，亦都係合一性。其實我哋嘅呢一啲意識焦點有住左腦君冇嘅功能，嗰啲就係情緒。情緒可以刺激大腦，強化神經回路。因此捉住咗意識焦點，並且讓佢思考嘅左腦君唔需要花太大嘅力氣就能夠獲得大量嘅營養。而且左腦君係專門處理過去同未來嘅思考意識。無論你而家係留喺幾咁安全嘅地方，
佢都可以創造出或者會發生災難，搞唔掂我會死噶呢一種刺激情緒嘅想法。其實最差嘅莫過於係左腦君有辦法去諗唔喺現場嘅人，即使係到咗夜晚啊，佢都係會回想中午嘅對話。如果對方係咁樣講，我就會咁樣講；如果我係咁樣講，對方就會咁樣回覆，進行住虛構嘅對話，重新製造憤怒又或者係悲傷嘅情緒，無止境咁去思考唔會有答案嘅事情。每當你去諗呢啲事嘅時候，左腦君就會獲得營養，超級無敵開心啊！呢個會反覆刺激情緒，嚟強大大腦神經回路嘅思考，正係我哋而家要讓佢停落嚟嘅目標。讓你不斷咁思考，情緒起伏不定嘅左腦君，佢嘅武器係過去同未來嘅人際關係。我哋呢啲意識焦點君，如果想解開同左腦君嘅一體化，擺脫受到思考左右嘅狀態，就需要堅定咁選擇此時此地。為咗達成呢一個目的，老媽我會讓右腦覺醒嘅呼吸法放喺介紹5個步驟嘅開頭。佢唔單止效果非常之好，呼吸法本身亦都非常簡單，請你一定要試住做啊！